各位係鄭瑞文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差唔多落咗成日雨啊，沙田同大埔最大雨有40毫米嘅雨量。而天星碼頭同埋啟德曾經錄到風速達到6級嘅強風。天文台喺下晝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喺下晝5點，強烈熱帶風暴燦都集結喺香港西南，大約係410公里。預料佢向西北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2公里，移近廣東西部嘅沿岸。天文台錄得氣溫介乎24.8至到30度，相對濕度79%至到99%之間。風勢方面係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風，高地間中吹烈風。而家就係26度，相對濕度94%。天文台有27.1毫米雨量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預測。預測會係多雲，間中有狂風大雨同埋幾陣雷暴，吹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，高地間中會吹烈風，海面就有湧浪。氣温方面介乎喺25至到29度，之後嘅2日都會落大雨啊。環保署測空氣污染水平為輕微至到偏高，而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北京天晴，上海多雲，成都同埋廈門有驟雨，廣州有雷暴。澳門大風，台北同馬尼拉有驟雨，首爾密雲，東京多雲。胡志明市、曼谷、吉隆坡同埋新加坡有雷暴，孟買有雨。雅加達有雨，悉尼、墨爾本同埋奧克蘭有驟雨，布里斯班天晴。洛杉磯、三藩市同埋紐約多雲，溫哥華天晴，多倫多明朗。倫敦明朗，巴黎有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阿姆斯特丹有雷暴，蘇黎世天晴。再提下大家啦，今晚嘅風勢會增強，要做好防風措施啦。拜拜。